現任嘅康恩關懷中心嘅會長。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咧去講嘅題目就係胃病常見嘅原因啦、預防同埋治療。胃病嘅成因咧有好幾個嘅。最普遍咧就係胃裏邊有個幽門螺旋菌感染咗幽門螺旋菌，或者咧我哋常用嘅一啲嘅消炎藥咧。譬如啲關節炎嘅藥啦，或者我哋生活方式嘅因素，譬如抽煙啊、飲酒啦、精神焦慮啊，或者食啲酸辣嘅食物啊，呢啲都可以引起我哋有胃病、胃潰瘍嘅。其他嘅可以引起我哋上腹痛嘅原因咧，唔單止唔一定係胃病嘅喎。咁咧，譬如啦，我哋嘅膽結石啊、胰腺炎啊，甚至乎心臟病咧，我哋都可以引起我哋嘅上腹嗰度痛嘅。所以咧，如果你有上腹痛嘅時候，你咧千萬要留意下，唔好淨係當係胃病咁樣醫。咁第一樣嘢咧，我哋要排除你唔係有幽門螺旋菌咧，我哋做一個好簡單嘅試驗，就係咧一個吹氣嘅試驗。咁咧做吹氣嘅試驗咧，之前咧有啲嘅準備功夫㗎。譬如你要6個小時之前咧，唔能夠食嘢，唔能夠飲水。千祈最記住咧，係乜都唔好放入嘴巴裏邊。咁咧，然後先去做。仲要咧係2週之前咧係唔可以食任何嘅胃藥，同埋咧4週之內咧你係唔可以用抗生素。咁咧做咗呢啲啦，咁咧你先可以去做一啲嘅檢驗中心裏邊去做。咁但係咧做呢個幽門螺旋菌嘅檢查咧，其實佢有啲微量嘅輻射嘅。咁所以咧有啲嘅孕婦啦，或者係餵緊人奶嘅媽咪咧，就唔適合做。咁咧，如果佢哋要做呢個檢查嘅時候咧，佢係做一啲嘅糞便嘅檢查。OK， 喺糞便裏邊一樣，我哋可以查到幽門螺旋菌。咁其實最準確嘅檢查嘅辦法咧，就係做胃鏡。咁咧點解要做胃鏡好咧？因為我哋可以直接用眼睛去睇你個胃壁裏邊究竟係咪有炎症啊，甚至乎有腫瘤啊咁。如果有腫瘤咧，胃鏡可以做一個活組織檢查，去排除你係咪有胃癌。所以呢個係一個最準確嘅辦法。乜嘢人係需要做胃鏡咧？咁如果你發覺你個胃痛係持續，甚至乎食咗胃藥都冇好轉嘅，或者你有可能係腸道出血，譬如咧你屙嘅大便係黑色嘅，或者你甚至嘔出嚟嘅血咧嘅物體咧係有血嘅，或者咧喺驗血裏邊發覺你有不明原因嘅缺鐵性嘅貧血，呢啲咧都係顯示咧你可能係有胃出血、腸胃出血嘅問題。咁呢啲咧係要做呢個胃鏡。或者咧，如果你發覺個體重不明原因嘅下降 ，OK， 越嚟越瘦，或者咧你如果以前曾經你做過胃鏡裏邊發覺腸胃裏邊有息肉，或者你有癌症嘅病史，或者你以前曾經試過有腸生化，呢啲咁嘅情況咧，你係需要做胃鏡去排除你唔係有啲更加嚴重嘅腸胃嘅問題。點樣預防咧？唔好有呢個嘅胃病啊，或者胃痛啊、胃潰瘍咁。第一咧，你係一個健康嘅飲食啦，譬如你避免食一啲好酸好辣嘅食物，減少飲一啲好濃嘅咖啡或者茶，或者有啲酒精嘅飲品啦，絕對唔好去抽煙。OK， 作息要定時啦，譬如定時去飲食啦，唔好暴飲暴食，或者自己咧過度嘅飢餓。呢啲咧對胃都係唔好嘅。我發覺咧喺我嘅診所裏邊，我最常見引起胃病嘅胃痛嘅原因咧就係焦慮啊，
好多人係有焦慮，咁咧通過譬如適當運動啊，其他嘅減壓嘅方式啊，咁樣可以令到自己咧唔好太過分嘅焦慮，控制好自己嘅精神情緒。嗱，仲有咧一個又係好常見嘅引起胃痛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用咗一啲嘅消炎藥啊。所以如果你要用一啲對胃有刺激性嘅藥物嘅時候咧，可能要加多一種嘅胃藥，而減低咧可能對胃所產生帶嚟嘅副作用。其實而家我哋已經有好多係好好嘅胃藥，可以減低個胃酸嘅分泌啊，保護你嘅胃。嗱，如果咧你係有螺旋菌嘅，即使你係冇任何唔舒服冇感覺，如果驗到出嚟嘅螺旋菌咧，其實你都要將呢啲嘅螺旋菌咧係通過抗生素啊將佢根除。幽門螺旋菌咧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引起胃癌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之一。咁咧記住，如果你係有息肉、有胃癌嘅病史或者有腸生發嘅病人，應該係定期接受呢個嘅胃鏡嘅檢查。除此之外咧，點樣去預防胃癌咧？就少食一啲醃醃嘅食物啦，多食新鮮嘅蔬果啦，應該少飲酒，唔好抽煙。好啦，今日我要講到呢個話題就係講咁多。祝大家有一個健康嘅身體，一個健康嘅生活。拜拜。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提供免費嘅支援同埋服務，如有需要，請致電0412384838。